新加坡艺人冯伟忠19日在纽西兰参加军事训练受重伤，和死神搏斗4天后，昨晚23日宣告不治，得年28岁。去年曾饰演冯伟忠妈妈的女星叶全真，今天24日凌晨在脸书上发文哀悼，要天使展开翅膀翱翔吧。冯伟忠为新加坡90后新晋影视男演员，被封为新传媒8公子之一。今年1月初，他前往纽西兰怀乌鲁 Waiuru 训练区参加代号“霹雳战士” Thunder Warrior 的军事演习，在维修155毫米榴弹炮车时，意外被压伤胸腹，和死神搏斗4天后仍宣告重伤不治，于昨晚8时45分死亡。叶全真曾经和冯伟忠演母子，她得知消息后十分哀痛，在脸书写下天使，谢谢你来走了一遭，留下了属于真善与美的样貌。你曾说过，去的国家不多，带着你的微笑，展开你的翅膀，翱翔吧。